2025年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雙倍嘅挑戰同埋雙倍嘅收穫。喺2024年年尾，我成為2個小朋友嘅媽媽，生活節奏完全改變咗。但係我哋卡帕舞團步伐反而越走越遠。我哋嘅舞團第6次受邀參加國泰新春花車巡遊匯演，嘅2025年有一場成功嘅大年初一匯演同熱鬧嘅慶功宴開始。春天嘅開始，我哋唔單止排練，仲係我哋1年1度嘅春季舞馬盛宴。透過唔同嘅道具同埋舞馬，令到同學都揾到肚皮舞嘅新鮮感同埋樂趣，亦為同學創造咗更多嘅表演機會。今年我哋仲一齊體驗咗中東浮水畫藝術，我仲受到康智會嘅邀請，去咗佢哋嘅5間分校教授土耳其肚皮舞、浮水畫絲巾製作同埋藍眼睛手鏈製作工作坊。之後我哋將肚皮舞嘅快樂由商業嘅舞台帶到去油麻地嘅長者中心。喺6月份，我飛越咗6000幾公里，喺杜拜嘅沙漠入邊跳舞，然後再飛咗去伊斯坦堡國際嘅比賽中奪得咗專業組嘅季軍。9月，我將土耳其嘅星光帶返香港，舉辦咗伊斯坦堡之夜，有幸邀請咗土耳其大師係你親臨我哋嘅舞台演出同埋舉辦工作坊。1年嘅尾聲，我哋卡帕受邀去咗香港美食節分享喜悅。喺今年最後，我哋一齊去咗 AIA 友邦嘉年華，喺璀璨嘅燈光同舞台之下，完美咁樣完成咗我哋2025年嘅任務。喺呢1年話俾我知，湊仔同埋追夢原來可以並存。2026年將會係精彩嘅1年，期待同大家一齊繼續共舞。